咁咧就大家咧就我要進入個程序就表決嘅程序啦。就動議已經由4位嘅有動議人曾蔭強議員啦，和議人就鄧賀年、黃偉賢同埋麥成議員呢就提出㗎。咁咧就或者我就住呢個即係呢個文字咧再讀一讀啦。本會理解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係一項重要基建，具策略性意義，因此支持盡快展開高鐵項目。本會強烈要求政府在落實該項目時，繼續諮詢本會有關嘅鄉事委員會及受影響居民，盡量減低工程對本區居民日常生活及鄉郊地區風水的影響，盡量減少清拆民居，對唔住我讀錯，唔好意思並妥善處理受鐵路沿線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和居民的補償和安置問題，並考慮預留空間繼續研究於元朗設立中途站。咁動議人就係曾蔭強啦，和議人鄧賀年、黃偉賢同埋麥業成。咁大家對呢項動議呢，或者我請秘書同事呢就開始呢就呢個點數啦。或者係咪仲有啲動議嘅一啲辯論啊？咁黃偉賢你睇啦。主席就呢個動議個重點，大家睇到呢就係即係兩點。第一點呢就我哋係支持呢個嘅建設，但係另外一方面呢，我哋亦都要保障呢係土地業權人同埋居民呢係唔好受到呢個工程嘅重大嘅影響。咁所以呢諮詢係好重要嘅。我講過，我係要求呢第一呢。頭先冇答過我嘅議程裏邊嗰3個題目呢係冇答到我嘅，冇答到我嘅呢就其中最主要呢就係嗰個資料嘅諮詢係唔足夠。10月嚟嗰次俾咗2幅圖我哋2頁紙，我哋就當諮詢。咁其實呢嗰次我特別呢喺嗰個10月嘅會議話有冇詳細啲嘅資料走線呢？當時路政署嘅同事話冇呢啲資料。嗰個時候呢。其實喺一啲嘅上網咧揾到咁大沓資料，呢個工程喺07年1月已經諮詢緊立法會，九鐵有好多個資料，你竟然間話俾我哋區議會聽話冇呢啲資料，呢度有成超過1寸嘅資料，咁多嘅資料，咁多次喺立法會傾過咁多次，10月都話俾我哋聽冇資料，我哋就今日嘅你之前提交嗰份文件，我睇完之後呢，你啲圖冇咗菜園村3個字啊！我諗你哋心目中已經拆咗佢㗎啦。喺個圖裏邊乜嘢村都有寫到，就係冇咗菜園村嗰3個字嘅。今日你呢份補充文件呢，係菜園村提交嘅，先至有菜園村3個字。你自己睇翻啦，冇咗菜園村㗎啦。呢幅圖已經。你如果係咁樣呢，你係咪啲資料又係一路隱瞞我哋、誤導我哋呢？係咪啊？冇咗菜園村咁樣。所以我哋好希望呢。政府真係繼續去做廣泛啲嘅諮詢，聽多啲居民意見，盡量減低個工程咧對民居個影響咧。我相信各方面咧都係得益嘅。多謝主席。好，就頭先其實都已經大家表達咗好多意見啦。不過咧就動議人曾蔭強仲有冇咩要表達？冇係冇啦嘛？冇咁或者我哋進行表決啦。咁咧就支持曾蔭強議員、鄧賀年、黃偉賢同埋麥成議員和議嘅動議咧，即係呢個動議咧，請舉手。咁反對呢個動議嘅請舉手。係冇嘅。咁棄權嘅請舉手。係有一位。咁就點咗數之後咧，支持嘅咧有34位，反對係冇，棄權嘅係1位。咁動議獲得通過。多謝各位。